坏消息，传承的是龙王战神里天天缠着女主，最后被男主弄死的舔狗反派。住手！哎，算了。虽然说不能像叶凡沙雕龙王一样无数收割美女财富，但是我有筒子呀。罗迪大反派系统温馨提示：歪嘴龙王戏花都第3章剧情即将开启，请立即赶往苏氏集团，被苏嫣然完成退婚。检测到宿主为传输人物，会弥补宿主。宿主只需配合完成所有既定剧情，就能携带书中所有财富返回现实世界。所有财富，好好好，一边是书中当纸片人，一边是拿钱给现实逍遥，傻子都知道怎么选吧？而且，就算系统不让我配合走剧情，我也得退婚。那苏嫣然就是个糟心有毒的傻娘们，真心不能要。谁？难道是这段时间太累了，出现了幻觉？剧情归剧情，傻逼作者能不能不要把我设定成舔狗富二代，还是苏嫣然那个胸大无脑的傻狗？傻狗是吧？胸大无脑是吧？我不管你是谁，只要你被姑奶奶抓住，你就死定了。算了算了，待会儿随机应变吧。反正我楚玄注定是你得不到的男人，你可劲儿退婚吧。楚玄，所以我刚听到的是楚玄的心声。苏总，董事会快要开始了。楚玄，感情你之前的舔狗都是装出来的，想退婚没那么容易。苏总，不是我不愿意出资帮助集团渡过难关，只是实在是没钱呢。没错，自打你和你宝贝女儿接手集团，集团连年亏损。当然，如果苏总愿意退位让贤，我们呢也不是不能想想办法。按照剧情，苏父叫我过来是想公开我和苏嫣然联姻的消息，帮苏氏集团度过危机。结果呢，苏嫣然那个傻狗反手找来叶凡退婚。操，这是人类能干出的事儿吗？各位，集团资金缺口的问题，咱们稍后再讨论。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位青年才俊。各位，他就是我爱女的未婚夫，也是楚家唯一继承人楚玄。什么？他就是楚家的唯一继承人楚玄？小点声，有楚玄为苏嫣然父女站队，看来这次我们是没办法逼苏天雄退位了。楚家要拍死我们，比拍死一只蚊子都简单。嫣然来了，来了！千呼万唤的退婚名场面，我带钱返回现实的艰辛历程将迈出关键一步。爸，嫣然来了。嫣然，我等你等的好苦啊！今天叔叔呢，就要表明我们之间的关系了。还演是吧？要不是听了你的心声，老娘差点就信了。嫣然，老爸把你们的关系公开，没意见吧？爸，关于我和楚玄的事儿，我希望能够再考虑考虑。来了！退婚流名场面，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，我得赶紧酝酿一下感情，别笑场了。童子哥说我破坏剧情咋办？
爸，我呢和楚璇还年轻，而且我们相处的时间也不长，所以关于婚礼，我希望呢能够过几年再办。啥？怎么这到婚礼了呢？你不退婚，我千万财富怎么办啊？沙雕娘们闹呢？你恋爱脑呢？你不应该不惧压迫，强势退婚吗？狗男人，我就不退婚，看你怎么办。不对劲儿，这剧情10分有12分的不对劲。对了，还有叶凡，按照剧情的进展，叶凡马上就会推门进来抢亲。对，叶凡那傻缺玩意儿，经典台词是啥来着？我看谁敢动我叶凡的女人，本王的女人，本王来保护。绷不住了。最离谱的是，苏嫣然还真被感动的痛哭流涕。这傻缺叶凡，再不来你老婆就要没了。我看谁敢动我叶凡的女人，本王的女人，本王保护。哎，对位了，对位了，这才对位了嘛！让我们用隆重的掌声欢迎歪嘴龙王海外炮王！快过去，过去！你是什么人？这里是我苏氏集团的董事会。你们好，我叫叶凡，天命不凡的凡，刚从国外回来。嫣然，第一次见你，我就对你一见钟情。我发誓，此生非你不娶。我了解过了，你并不喜欢这个富二代，你是被迫答应联姻的。这笑容真是人类能做出来的吗？那个咋说来着？快捂住他的嘴，他又歪嘴了。歪嘴龙王确实挺形象，这嘴歪的都快上天灵盖了。只是海外炮王是什么意思？叶凡在海外搞过的女人，没有1000也有800。叶炮王，发挥你的主角光环，骚气的帮他退婚，让我脱离苦海吧！居然是这种炮王！果然，没有人能抵挡得住我的完美帅气。苏嫣然，快拜倒在我的牛仔裤，解锁108种姿势吧！我堂堂江城商业女神，以后居然会成为这种人的后宫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！保安，保安！把他给我插出去！啊！没想到第一次见我，他就担心我的安全了。嫣然，我明白了，你是担心我，担心楚家的权势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退婚。小小的楚家算个屁，任何事情我来扛。我说把他插出去，你们俩听不见吗？插出去！嫣然，你就是担心我被这个富二代给针对。行。这次我给你面子，来吧！我去，啥情况？第一女主赶主角，苏嫣然，你个傻狗，你敢上去和她秀恩爱啊？打我的脸啊！不行，我得把剧情扳回来，老子的亿万财富啊！楚少，他的事儿用不着你操心，保安们会好好处理他的。还有，这婚你退不了。我操！我啥时候说过要动手了？哎呀，算了，烦躁难受。明明以前对楚璇也没什么好感，可今天突然见他吃瘪，怎么就那么兴奋呢？看来今天想退婚是没戏了。算了，后面总还有机会，我得赶去下一个剧情。希望那沙雕叶凡和第二女主的剧情能正常点啊！小爷真是为你们操碎了心。不说了，有一说一，妍姐作为自家公司的总裁，又美又飒，我也是真长，还真是有点舍不得了。牺牲，小说主角，哼，有意思。苏嫣然，没想到咱俩明争暗斗这么多年，你居然是个恋爱脑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绝对不会跟叶凡那种玩意在一起。对喽，妍姐漂亮归漂亮，但就是整天穿着老套的西装，一点女人味都没有。哼！好你个臭小子，竟然敢编排姐姐！再说了，穿的很老套吗？妍姐啊，一个帅气无敌的靓仔隆重登场。楚少，你来的正好。
姐姐今天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去做，你陪姐姐一起吧。什么很重要的事情？现在剧情好像没有什么事儿啊。那就好，可以放心浪了。没问题。哇塞，妍姐作为第二女主，真是越来越美了。可惜啊，是个舔狗，最后居然帮那傻缺叶凡吞了楚氏集团。回旋镖飞我身上了，我也会成为叶凡的舔狗，绝对不可能！我就算舔楚玄，也不能舔那玩意儿啊！妍姐，李妍，感情你也是舔狗女主啊，你也不比我强多少嘛。差点忘了，今天还是苏嫣然那傻狗和叶凡的戏份，这可是他俩情感的转折点啊，所以这婚还是会退哟。还有，这叶凡怎么跟个狗皮膏药似的？干脆弄死算了。妍姐啊，你来这儿干嘛？你该不会是想收购这个商场吧？不，整天穿西装，姐姐今天啊，想尝试点新风格。妍姐居然要换掉她那千年不变的西装，离谱他妈给震惊开门，离谱到家了！难道她人设也崩了？楚少，你觉得姐姐穿什么样的衣服好看呢？我妍姐穿什么都好看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请什么都不要穿，那才是最完美的状态。当然，黑丝短裙、小高跟也行。不过主角光环这么强大吗？让老女人都焕发春天了？老女人很好，臭小子，给姐等着。楚少，你觉得姐姐穿这样的好看吗？是。那这样呢？必须合适。黑丝、蕾丝，酷不如丝。妈耶，光想象妍姐穿上就顶不住了我。快别说了，你该舔傻缺叶凡去了呀！真的？合适吗？可是姐姐不喜欢穿黑色的。完犊子了，看不见妍姐穿黑丝蕾丝喽。楚少，你真的喜欢看姐姐穿吗？你就不怕你的未婚妻吃醋吗？苏嫣然的心眼那是小得很啊。他生气个嘚儿啊！我巴不得退婚呢，是他不知道抽哪门子的风，突然不退了。不过无所谓，今晚叶凡英雄救美一出，一切都将重回原有剧情，这些都将成为我携带千亿财产返回现实的些许风霜罢了。英雄救美是吧？怎么没完没了了？你倒是说说在哪儿？你还有心情跟李岩那骚狐狸调情？夜色酒吧，今晚8点半，咱们不见不散。夜色酒吧，很好。出发！楚玄啊，楚玄，难受是吧？黑丝顶不住是吧？狗男人！论颜值，论身材，我比他李岩差哪了？龙王救美，还有这剧情，这我必须得去看看去。哎呀，逛了这么久了，有点累了。楚少，要不你陪姐姐去喝一杯吧？妍姐，那个，我妈喊我回家吃饭了，陪你喝一杯，哪有我的千亿财富重要？狗都不娶，拜拜了您嘞。
是吗？我听说附近啊新开了间夜色酒吧，我还想着要不要重新打扮一下，体验一下年轻人的生活呢。去，狗不去我去啊！妍姐这么一个大美人，一个人去酒吧，实在太危险了。没看见人啊！哎，妍姐，咱们坐那儿吧，视野好。这里最佳观众席，英雄救美的老套桥段，一套组合拳，苏嫣然那傻狗还不感动的稀里哗啦。这次我全程监督，保证剧情万无一失。楚少，放着姐姐这么个大美人在身边，还有心思看别的小姐姐？妍姐，您说笑啊！妍姐的颜值是我见过最 nice 的。求你别逗了，看戏呢，认真点。再说了，和别的小姐姐能做害羞的事情，妍姐你给吗？啊，就问你给吗？啊！臭小子，毛都没长齐，还想跟姐姐羞羞？狗男女，大庭广众，不知廉耻，跟我就傻狗，就退婚，跟他就言姐长言姐短。楚轩，我才是你的未婚妻。叶凡的怎么还没来？本小姐已经迫不及待想打他一顿，出一口气。今天没拿下苏嫣然，稍稍有点可惜。不过他心里还有我。苏嫣然，你注定是本龙王的女人，本龙王的斩女36式已经饥渴难耐了。虽然没有苏嫣然漂亮，但玩玩也不错，还是个学生妹。书里既然说我会被这种人救，还要跟他在一起，上，给我上！这次狠狠的打！朋友，碰人肩膀不是个好习惯，手啊容易废。干他！我操！说好的英雄救美，怎么就变成主角被暴揍了？坑爹啊！是谁？故意玩我是吧？哎呦我的钱呀！哎呦我操！你们也多牵手，不讲武德啊！你们有本事光明正大对决，来，一起上！怎么办？这剧情我得没法看了。哎呀，傻缺作者还有系统都给我看过来！你个这玩意儿叫龙王战神西花多啊！这就是主角叶凡，嘴角果然都快歪到天灵盖去了。这么丑，明显没有楚玄帅。不过配胸大无脑的苏嫣然倒是刚刚好。哎，楚少，我知道你气愤这个流氓的行为，但是你身为楚氏唯一的继承人，也不好亲自动手啊！我是继承人，流氓？他不是啊，他是战神，他是龙王，他是我千亿财富的财神爷呀！我返回现实的希望。苏嫣然呢？那个傻狗怎么还不出现啊？你的男人要被打死了！哎，还有这个傻缺叶凡，你也争点气！
早点帮哥成功退婚啊！狗男人，3句话不提退婚，退婚好让你和李岩那个骚狐狸名正言顺的在一起吗？你想要本小姐退婚，本小姐偏不准，气死你了！啊，完了，这下剧情就彻底乱了。苏嫣然，你个傻狗，还有不浅呢！狗男人，你才是傻狗，你全家都是傻狗！苏嫣然啊，苏嫣然，这就是你的龙王老公，我能笑话你一辈子。等等，苏嫣然是第1女主，可惜剧情出了状况，她后续难说。那我呢？我必须得从楚轩口中得知我接下来的剧情，摆脱命运的安排。楚少，你是不是特别想看姐姐穿黑丝啊？只要你愿意回答姐姐一个问题，那姐姐也可以满足你这个小要求。哇塞，好戏好长啊，好有感觉。虽说这是第2女主，哎呀，但我看看不要紧吧？你刚才说回答问题是吧？我先声明啊，绝对不是为了黑丝，而是为了帮助美丽善良的妍姐。对，就是这样。什么问题啊？你少来，你嘴啊可真够甜的。楚轩，你们俩在干什么？苏嫣然，你还问我在干什么？我还没问你在干什么呢。刚才那么重要剧情，你跑去哪儿了？你看你老公被打成这样，我的剧情都破坏了。我老公，苏总，你还真是贵人多忘事呢。我记得你跟我家弟弟已经订婚了，却在这个苏家的董事会上和他拉拉扯扯，不清不楚，不是老公是什么？李岩，你才和他不清不楚，拉拉扯扯，他是你老公，你老公究竟是谁的老公啊？谁清楚？你老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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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算了，不跟你这个老太婆斤斤计较。既然你知道我和楚轩有婚约，就应该摆清你的位置，保持距离，不要知3当3。好，苏小姐，相比宣誓主权，我觉得你更应该温柔一点。毕竟哪个男人会喜欢一个泼妇？你臭弟弟啊，姐姐就先走了。姐姐说的话还作数啊。妍姐，等等我。你要干什么去啊？干嘛？你个疯女人，你干嘛？楚轩，你给我睁大眼睛看清楚，是他李岩腿长，还是本小姐的腿长？苏嫣然，反正你又不喜欢我，你管我和妍姐有什么？看看腿又怎么了？看看黑丝又怎么了？妍姐是吧？喜欢黑丝是吧？喜欢大长腿是吧？我又不是没有，摸，我让你摸，你听见没有？我就不信，我苏嫣然真比他李岩差哪儿了？他凭什么处处压我一头？这腿，这黑丝和妍姐有的一拼呢。以前没有发现这傻狗有这么好看的腿。算你识相。不过我要的不是跟他李岩比，是要让你知道我比他优秀。他腿长，我也腿长，不过他有我的大吗？不行不行不行！我要带着千亿财富返回现实，什么女人找不到啊？怎么这就顶不住了？想不想比较比较？不行，你这种恋爱脑
白死我都不要啊！骗人，口是心非。今天算是便宜你了，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，是他李岩不如本小姐。苏沙狗，什么意思啊？我裤子都脱了，你给我整这出啊！哎，我就知道，我一个反派怎么可能占到第一女主的便宜？上辈子欠你的。放开苏嫣然，她是本龙王的女人。哎呦我去！你还好意思说？就你龙王，能不能有职业道德？还英雄救美？你龙王，你个混蛋！我跟你说，我要是拿不着钱回到现实，你负得起责吗你？打吧打吧！你就是嫉妒苏嫣然心中有我，你的每一拳每一脚都是她对我满满的爱意。你这男主居然是个抖 M！ 哎呀，走走。楚轩，我到底哪儿比不上李岩嘛？你想退婚，门儿都没有。哎，伯父，哎呀，这喝这么多呀！快进来，快进来！真是麻烦楚少了。不麻烦。哎，楚少，你看天色都这么晚了，反正你跟嫣然都已经订婚了，我看要不今晚你就留下来，照顾嫣然嘛。反正她的房间大得很呢。有这么当爹的，动不动就暗示别人和自己女儿婚前激情，动不动让收你，做成熟饭吃。伯父，我爱的是嫣然的心灵，嫣然的灵魂，所以，我尊重她所有决定。我希望伯父不要插手，让我和叶凡公平竞争。就算嫣然最后没有选择我，那也是我们有缘无分。所以伯父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明白，明白。你确定明白？明白，放心吧，楚少。那我就放心了。伯父，我先走了。一凡，我都自断优势了，帮你助攻了。你这个沙雕东西，能不能争气点？我真的没办法了哎。公平竞争，他叶凡也配？况且这也不是楚少的风格呀。难道楚少说的是反话？哎呀，一定是这样！明天我就让集团的人做个牌子，叶凡和狗禁止入内。狗，检测到宿主已配合走完第6章剧情，且坚持住了身为反派的职业操守，现奖励神农一金。那当然了，一个傻狗和1000亿财富，本少爷还是分得清好吗？神农一经、无上医术，这些东西再厉害也没啥用啊！我又不是医生。等等，说到医术，我想起来了，原剧情中明天就是叶凡施展龙王医术，彻底拿下苏嫣然的日子。哈哈哈！退婚失败了又怎么样？我只要撮合傻狗和那沙雕叶凡在一起，不也算完成退婚任务了吗？而且有了这个什么神农一经，那沙雕龙王要是再迟到，我就上前替他救人，说是受到了叶凡的委托，功劳全都推到他身上。哈哈哈哈哈！就这么办，靠谁都不如靠自己。我就不相信
这次还有意外发生。哼哼哼哼，哎，我怎么在家啊？昨晚不是在酒？喜欢黑丝是吧？喜欢大长腿是吧？我又不是没有。摸，今天算是便宜你了，就让你知道知道，是他李岩不如本小姐。素颜，你昨天到底干了什么？你居然对着楚玄斗天，还被他嫌弃了。不过，我昨晚好像听楚玄说，叶凡要通过医术拿下我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上周明明刚体检过，身体健康的很。算了算了，不想了。反正按照行程，我今天都在公司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那，谢了，爸。哎呀，乖女儿，你要这玩意儿干什么呀？算了，我也不问了。哦，对了，你爷爷今天想去集团看看，你一会儿上班带上他吧。哦。干什么？当然是亲自动手，让某些只会脑补的混蛋看清现实，也让楚玄知道，想跟本大小姐退婚，门儿都没有。哎，妍姐是个工作狂魔，从来不迟到才对啊。妈耶！不行不行，顶不住了！妍姐今天这套攻速实在太猛了。楚商，怎么样？姐姐今天漂亮吗？你要的黑丝、蕾丝，姐姐今天可都穿了。漂亮，实在漂亮。这姐姐答应你的，可都做到了。那你能不能告诉姐姐，那叶凡究竟是什么来历？为什么姐姐总感觉和他有什么关系似的？他是男主，你是第二女主，没关系就怪了。你俩的故事真是既狗血又离谱。不过目前的剧情线主要还是在苏嫣然那傻狗身上。你倒是说具体呀，这什么剧情？怎么狗血离谱？我操！说到苏嫣然，差点忘了，我只是来找妍姐打声招呼，还得监管接下来的剧情呢。那个妍姐，我还有急事。我先走了。妍姐啊，我真是来找嫣然的，你过来有什么用呢？姐姐我呢，就是来苏氏检查工作的。我昨晚可是听得清清楚楚，今天那叶凡会施展医术，彻底拿下苏嫣然。苏嫣然这么大的丑事，我怎么能错过呢？爷爷，您今天怎么突然想来集团看看？我高兴啊！等等等等，龙王装逼救人的剧情马上就要到达现场喽！这老套又脑残的剧情，苏老爷子心脏病犯了，叶凡挺身而出，受人嘲讽，最终凭借鬼门13针力挽狂澜，完美呀！完美中的完美！什么？爷爷有心脏病？爷爷，您的身体感觉怎么样？我身体好着呢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是？爷爷，你坚持住，我马上送你去医院。别的呀，去什么医院啊？我龙王哥医术冠绝天下，更何况你们走了，他救谁啊？你坚持住，我马上送你去医院。你今天的戏份就是在叶凡治好老爷子后以身相许，你可别给自己加戏啊！苏老爷子还真犯心脏病了。楚玄，你这个混蛋！
明知道我爷爷今天会犯心脏病，你也不通知一下就算了，你还有空说风凉话？爷爷，你坚持住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来人啊！操！我的龙王，你奶奶个腿！该不会是真迟到了吧？早知道昨晚少踹你一脚了。快，带着他把手给老爷子送医院！快！慢着！爷爷，老爷子是心脏病，此刻不能动，否则必死无疑。我操！这副造型也能来，果然是主角。我收回之前的话。阎王让他3更死，我也能留他到5更。一个小小的心脏病吧。就凭你确定？楚玄先生说过，这人渣会医术，可他真的靠谱吗？嫣然，反正爷爷也是将死之人，就让他试一试，也可以的。小伙子，如果你真能救老头子一命，任何要求，老头子我都答应你。漂亮！以前看到这种第一次见面就把性命交到对方手上的剧情，只觉得智商被踩到地上摩擦。现在嘛，感谢这傻逼剧情，感谢主角光环，感谢垃圾作者18倍祖宗。让他治，让他治，我相信他。让他治，能治好，我相信他。现在来医院来不及了。难怪爷爷跟变了个人一样，原来是受剧情影响。可是爷爷要是真被这叶凡治好，非要给我嫁给这叶凡，我怎么办？我警告你，我爷爷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嫣然，你放心，我有10足的把握，我一定会治好爷爷，让他帮你和楚玄那个混吃等死的富二代退婚，这样你就不用再伪装了。谁有银针，借我一用。我有。多谢。哎，小伙子，这个银针你会使用吗？这可是中医呀，我们中国医术博大精深，而你呢，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年轻。来了，这种治病救人的剧情，怎么能没有反派掉脸呢？怎么能没有冷嘲热讽呢？不然怎么能突出主角的强大？既然你们都不来，那我就勉为其难的自己来吧。这把我要噎爽了。臭弟弟，看来你真的很想和苏嫣然退婚啊！神，你够了！就你戏多，就喜欢演是吧？以为戴个口罩我就不认识你了？还有，你说你学医啊？你跟谁学的？医术谁教你的？啊！别不会装会。小子，不要用你狭隘的眼光来揣测我的高度。实话告诉你，我刚从国外回来，国际心脑血管专家威廉·卡斯特就是我的老师。哎呀，什么？竟然是你老师啊！虽然不知道这洋鬼子是谁，但是演出牛逼就对了。哪个小说男主不会武功，不会医术，不会鉴定啊？体操、物六这些我都懂。怎么样？现在能给我了吧？等等，你老师是你老师，不代表你的医术就高明了。我先声明一下啊，我这针要是给你了，出了什么事，我可不负责。拿来吧你，睁大你的眼睛，好好看看，什么叫顶级的中医。我去，这是鬼门13针啊！这是鬼门13针呐！准备这么久，终于有机会说出这句台词了。这是流水的剧情，铁打的鬼门13针。按照一般套路，待会我是不是得折服，然后道歉下跪拜师？算你还有点见识，竟然能认识鬼门13针。小子，你也是学医的吧？能见此针，算你3生有幸。学着点吧，足以让你受益终身。好快的身法！这鬼门13针是什么？鬼门13针乃是我们大夏第一神针，因为难度比较高，所以呢学的人就少，渐渐的就失传了。哎呀呀，没想到这个小年轻年纪轻轻，竟然如此高天赋。臭弟弟，看来这把还真是让你演爽了呢。
显得你可禁言，等爷爷没事了，看本小姐扯下你的口罩，本小姐倒要看看你有什么嘴脸。好了，嫣然，等会儿拔了针，爷爷就没事了。嫣然，爷爷说过，任何事情都会答应我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不会因为你喜欢我就逼迫你，我只是想让他把你和楚玄那个混吃等死、不学无术的富二代退婚罢了。等你先治好我爷爷再说吧。放心吧，我这次不仅帮你爷爷治好心脏病，还帮他延寿了10年寿命。爷爷，这吐血了，这淤血，这个我懂，这是淤血。等吐出来之后啊，他这个病就好了。啊，对，这是淤血。小子，没想到你医术医德不怎么样，观察力倒是不俗。你们家淤血这么鲜艳！我尼玛，我的男主哥，你究竟在干嘛呀？说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那个嫣然，对不起，可能是我手受伤了，加上我速度又有点快，所以不是所有穴位都拿捏准了。那个骚杠，一波操作猛如虎，仔细一看250，你好好施针不行吗？偏偏在关键时刻秀一下手法，脑子不要捐了吧？差点以为他真的医术高超呢，结果就这，差点把人给扎死。容嬷嬷都没你凶残啊！小伙子，你不道德呀！老夫这么信任你，你却拿老夫这个80多岁的老同志来秀操作！别，等，我再试一试，还有最后一步。不行，我爷爷性命堪忧，是你说是就是的。你不要碰老夫，不要过来呀！你不能动！你这不是害人吗？就算你丫有主角光环降智，也经不起这么折腾。哎，还得我来救场，没有我这个家得散。这个垃圾小说，哎，等，这个刚才这小伙子治疗手段是没问题的，况且用的是鬼门13针呢。我去看看，也许呢，就能把老爷子治好了啊！不行，老夫凭什么信任你？如果你跟他一样怎么办？更何况你还戴着个口罩，藏头露尾的。爷爷，你就让他试试吧，反正你刚刚也说了，已经奄奄一息了，让他试试也无妨。起！我感觉浑身暖洋洋的，舒坦。好了，没事了。我有一股感觉我的心脏病彻底的被治愈了。还真好。真的假的？这是心脏病啊！哎呀，神医呀，这才是真正的神医啊，妙手回春呐！不像有些人医术不精，还拿老头子来练手。哼！老爷子，你这心脏病确实是好了，但是呢，这个跟我关系不大，所以其实治好你病的人呢是他。他治好了你的病呢。刚才我只是给你检查一下，我发现这个雷公电母不在家啊，不是，这个神农医师不是，是这个鬼门13针的功效啊，生效了啊，生效了。哎，没错，对，就是这样的啊，就是这样。臭弟弟，看在你这么想和苏嫣然退婚的份上，姐姐勉为其难的帮帮你吧。哎，不然无缘无故的，我跟爷爷又不认识，我怎么会去救他呢？啊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？有道理。什么叫有道理？老爷子，我就是你的救命恩人，我要不是看在嫣然的面子上，无数的达官贵人跪在我面前，我都不会出手。你还真敢承认？世上竟还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！不过我喜欢，要不然我还不知道怎么圆回去。确实厚颜无耻。那个老爷子，我有个提议啊，就是这个小哥啊，他救了你的命，这个大恩大德啊，我提议您孙女这么漂亮，要不再看这个小哥，长得嘛，
也像个人，要鼻子有鼻子，要眼睛有眼睛的。要不把他们撮合在一起，简直是天生一对呀！你还真是煞费苦心啊！想和本小姐退婚是？行，等本小姐把你的口罩摘掉，咱们俩慢慢说。你的意思是为了感谢他的救命之恩，把我的孙女许配给他？不行，那也得苏嫣然同意才行。爷爷，我同意。你这什么？你同意？我说我同意以身相许，不过是许配给你。楚玄。什么？你是楚玄？嫣然那个混吃等死的未婚夫？这不是，哎呀，我去，不是，你认错人了吧？我尼玛，我都捂得这么严实了，傻狗都认得出来，他该不会是诈我吧？也是。哎，嫣然，这人吧，虽然医术不怎么样，但他至少知道我鬼门13针。不管怎么说，也不可能是楚玄那个混吃等死、一无是处的纨绔才对啊。医术不怎么样，你医术好，你医术一流顶级。这不显而易见吗？不然我怎么治好老爷子？显而易见，你还真是大言不惭啊！你医术好，你把我爷爷扎到吐血；你医术好，你怎么不好好治治你的脑子？还每天在脑子里幻想我苏嫣然是为了你才委身于楚玄的。哼，就你也配？我呸！嫣然，你骂我？我勒个豆！只见过男主向女主啪啪开炮，第一次见女主向男主开炮，差点把男主喷成八卦。哎呀，果然傻狗不能要啊！谁要谁知道，主角光环都顶不住我。你这个没良心的！我帮你说话，你跟骂我是吧？我也没说话，你踩我干什么？不正常，绝逼不正常！我在心里骂他，这傻狗都知道。等等，这傻狗该不会听得到我的心声吧？筒子，你给我出来！今天必须给我个解释。这傻狗要是真能听到我的心声，你告诉我这怎么玩？我要怎么玩啊？还请宿主息怒，宿主反馈的问题，本系统将会进行调查。还请宿主配合走完当前章节剧情。需要提醒宿主，宿主之前已失败过一次，此次任务若再失败，本系统将扣除宿主返回现实携带财富额度的1成。我操！扣除1成额度，按楚家现在的财富换算，那可是几百亿啊！别介啊！还请宿主抓紧完成任务。任务，你以为我不想完成吗？是这傻狗整天瞎鸡巴乱搞，把剧情走偏了。嫣然居然骂我，本龙王的魅力不可能失效才对，除非他真是楚玄。不行，为了我的小钱钱，苏嫣然，你今天必须嫁给叶凡，以身相许。苏小姐，这位小哥救了你爷爷，我提议你以身相许，这完全合情合理啊。就算你不同意，也不能一言不合就动脚啊。没错，苏小姐，你爷爷都说了，什么要求都能答应。难道你想所有人都说你爷爷忘恩负义吗？看姐姐怎么帮你助攻。狗男女，谁说我没答应？我不是答应你了吗？你是答应了，可答应的是对我，呸，是对那个什么楚玄。苏小姐，哎呀，我再说一遍，我真不是那什么楚玄，我真不是。你不是楚玄，你怎么知道我姓苏呢？如果你要不是楚玄的话，你敢不敢对天发誓，说我这辈子都找不到老婆？我操，傻狗，你太恶毒了，居然逼我发这种毒誓！你不敢，你不敢，你还骂我，你做什么？眼前救我！不要啊！完了，全完了！我的1成额度，我的几百亿啊！臭弟弟，姐姐想救你的，只是没来得及。还真是那个纨绔富二代，这就说得通了。嫣然还是对我好，只是他藏头露尾的干什么？想干什么？当
然是要看你身败名裂了，看你厚颜无耻的邀功以后，再狠狠的打你的脸。我原来是这么想的吗？哎，不是，苏傻狗，你什么意思？差点被你忽悠瘸了。你别听他胡说，我没有这个意思。老爷子，确实是你治好的。叶凡啊，你好好想想，哪个普通人他会随身携带银针啊？他就是为了看你治疗失败以后，好力挽狂澜来救场啊！他还假意扮演反派，引诱你说出大话，然后再把功劳推到你的身上，就是要看你身败名裂。我勒个祖宗！哎呦我去！我自己咋不知道？我谋划了这么多。哎，叶凡啊，不，龙王真的没这个意思。你听我解释啊，不，你听我解释。楚玄，差点中了你的算计。好，今日耻辱，本龙王要让你百倍千倍的偿还。冤枉我，真的没有这个意思啊！狗男人，你不是想退婚吗？不是想撮合我和叶凡那个傻逼吗？现在我看你怎么办。好，跟你没关系，跟我有关系。老公，你这么做都是为了我好，都是为了让我摆脱他这个畜生，对不对啊？算了吧，彻底毁灭吧。你说是我，就是我吧。什么算了吧？本来就是好吧。哼，这次还多亏了嫣然，不然我就中了你的诡计啊！谢我？没错，嫣然，我明白你呀是用你的方式提醒我保护你。不过你放心，再也不会小瞧这个心思深沉的男人。都到这个地步了，你还能脑补回去？苏嫣然啊，苏嫣然，不愧是第一女主，你这个龙王老公这都不肯放弃。叶凡，你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果然，嫣然还是爱我的，被本龙王该死的魅力深深折服。想让本小姐保护你，本小姐这样保护你，够不够？系统，我上早吧。先不说能不能听到心声，哪有第一女主随身携带电棍？哪有第一女主随身把电棍电男主电成这样的？还请宿主不要太着急，第一女主苏嫣然人设是有一点点变化，但都在可控范围内。可控范围？你管这个叫可控范围？我可控你妈的！好的，宿主息怒。鉴于第一女主剧情现已全面崩塌，本系统将率先安排男主和第二女主、第三女主的戏份。且由于宿主任务再次失败，将扣除1成额度。待宿主完成所有反派任务后，将只能携带书中9成财富回归现实。扣吧，好歹等苏嫣然那傻狗下线之后，赶紧给我安排妍姐的戏份。我操，这傻狗女主有多个，但男主只有1个啊！傻狗，你放开他！这要是把我男主哥玩死了，这不直接芭比扣了，大结局了！哎，别玩了，拿来吧你！让让，都让让！是谁打的急救啊？病人在哪里啊？这个救护车原本是给老头子我叫的，现在我不需要了，刚好给他。你们呐，可没有白来，没白来。一凡，你可千万不能有事，我全身上下的性命可都在你手上，你有事那我可怎么办啊？楚玄，你欺人太甚！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你怎么就不信呢？哎呀，你就放心吧，他这样没个10天半个月绝对下不了床，更何况你可是堂堂楚家大少，怕他这个瘪三不成？傻狗，我爱老子！你丫的都快下线了，还有你懂什么？那可是龙王，别看他动不动被人打一顿，因为人家龙王殿势力手下都在海外啊。嫣然，回头啊，让楚少到咱家里请客吃饭，顺便呢说说你们俩的婚事。好的，爷爷。苏嫣然，你居然敢戏弄本王！终有一天，会让你知道背叛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。还有楚玄，夺妻之仇，不共戴天。终有一天，我会让你楚家付出惨痛的代价。楚玄，这可是我爷爷为了感谢你，
专门请国宴大师做的菜。来，妈呀，这绝逼不对劲儿！这傻狗上身了，该不会真能听到我心声吧？算了，不重要，反正已经下线了。接下来将是我们第2女主严谨和第3女主幽影的主场。哎，世界排名第1的杀手，战力惊人，最重要的是童颜巨波。书中描述好像是颤颤巍巍，一把手抓不住。第3女主幽影啊，颤颤巍巍，一手握不下啊！凭什么叶凡那傻狗能吃这么好啊？嫉妒使我质壁分离。又来了，又是什么楚玄的心声？我才不相信什么小说世界。之前和我没关系，现在扯上了我，管你什么男主还是反派，不如把你们都杀了。楚玄，先杀你！当着本小姐的面儿，还惦记着其他女人，本小姐看你就是贱，非要逼着本小姐杀你。楚少，那天真是多亏了你呀！那个什么叫叶凡的，那简直就是庸医呀！哼，就是，就他也敢追我们家嫣然！哼，楚少，你放心，那天你吩咐之后，我连夜叫人做了牌子，叶凡和狗禁止入内，现在还立在集团门口呢。那天我跟你说了半天，感情你明白成这样，感情你们全家在背刺我。楚少，你看这时间也不早了，嫣然和那废物叶凡的误会也解除了，要不今晚你就住在这儿？啊，不，对呀，玄哥，咱们俩的感情都到这份上了，是时候该更进一步了。我操，破案了！原来这傻狗是陈本帅逼的身子。那傻狗待会儿不会真的要过来吧？那我是抗拒呢，还是默默承受啊？对了，幽影那边应该就在今晚，他正式脱离了杀手组织。应该没意外吧？别动！我不动，绝对不叫，绝对。幽影，怎么是你啊？我说了不许动！不动，我不动。拿着，自己把手脚绑起来。好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我怎么完全动不了了？做了什么？神农一经听过吧？葵花点穴手听说过吧？我现在啊，定了你，无论我对你做什么，你都动不了。楚玄，你要干什么？你敢动我？你哎呀，完美！没想到我这么久没玩了，手艺还是没落下吧？畜生，人渣！你给我放开！等我脱困，我一定杀了你！你放开！快点放开！你给我老实点，刚才是你要用绳子绑我，我以牙还牙，这就不行了？你怎么敢？我可是世界排名第1的杀手，我一定会杀了你！你再说，信不信把你屁股给打烂？放开！快放开！
算你识相。按理说幽影应该被杀手组织围堵追杀，最终遇上叶凡那沙雕被解救才对啊，怎么就杀上门呢？哎，操！你们又瞎搞是吧？就不能跟我严谨学学吗？看看人家，虽说喜欢跟我瞎跑，但人家只是受了点主角光环的影响。不仅跟发情一样换了穿衣风格，甚至还主动的打听叶凡的消息。还行。不仅跟发情一样换了穿衣风格，甚至还主动的打听叶凡的消息。发情？谁跟你说姐姐换衣服打听叶凡是对他有意思？分明是避而远之，好吧？再说了，他苏嫣然都看不上的垃圾，我能看上？还是我严谨剧情线我。我要没记错，叶凡好像就是在明天拍卖会上赚到第一桶金，并开始崛起攻略严谨。攻略我？我提心吊胆看了这么久戏了，终于到我的戏份了。还是经典的赌石装逼剧情啊！主角永远都能用最小的代价开出极品帝王绿茶，赚得盆满钵满，然后被各种大碗跪舔。什么？叶凡居然能拍到极品帝王绿，这我不得抢过来！像他这种人渣，还是别崛起。楚璇，你睡了吗？我上来了。我操！要是被苏嫣然那傻狗发现了，那我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。别闹出动静！要是小爷清白没有了，我保证你屁股给你拍烂。原来你在里面呀！你在里面，你怎么不说话？你该不会是偷偷藏女人了吧？哎呀，我藏女人也跟你没关系吧，嫣然？咱们孤男寡女共处一室的，你还是快走吧啊！跟我就孤男寡女，跟李岩那骚狐狸就形影不离是吧？你想赶本小姐走是吧？本小姐今晚还偏要住这里了。楚璇哥哥，咱们俩都已经订婚了，怎么能算是孤男寡女呢？这就没其他人，少跟我装啊！我警告你啊，调戏勾引少男，这可是违法的。你确定？你确定你是少男？你不用费劲了，我是不会被你诱惑的。上次不会，这一次也不会。哼，诱惑？我看你是想多了。今晚你睡这儿。楚璇，我告诉你，咱俩已经订婚了，你最好跟别的女人划清界限，尤其是李岩那个骚货，否则被我看见了，你下面就要被我咔嚓。
你听我说，他是一个杀手，他要来杀我，我被逼无奈，所以才把他绑成这样。你信吗？楚玄，你说我信不信？你当我是傻瓜是吧？他这样的还当杀手，给你们这些老色批上门送福利是吧？事实就是这样，不信你问他吧。我问他，你们俩都睡一个被窝了，他能帮着我说话吗？楚玄，你真是个混蛋，彻头彻尾的混蛋！亏我还相信你，给我们俩订了婚，我还想着听我爸的话。别哭啊！你给我滚！我操！傻狗，你这是哭了？苏傻狗，你听我解释，事情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要是再相信你，我就是狗，我这真是傻狗。哼！哎呦，这都什么事儿了？都怪你丫的！我的清白就这么毁于一旦了。哼，与其担心你的清白，你还是多担心你的小命吧。刚刚是你运气好，我做杀手这么多年，我还从未失手过。好，从未失手过。我看你屁股是还没被扇烂。算你跑得快。西多，你出来给我解释，为什么这个幽影突然莫名其妙的来杀我？这什么操蛋剧情啊！宿主冷静，第三女主幽影和叶凡的剧情线尚未正式开始，一切都属于背景，都是合理的。真的？我怎么不相信呢？当然是真的，还请宿主抓紧和李岩前往拍卖会触发新的反派任务，这才是当前剧情主线。这还用你说？我严姐那边形势大好的，我不得好好把握。我操！跟苏嫣然那个干巴巴的小豆芽相比，严姐简直是勾人的大妖精。哎，可惜同样不属于我。严姐，我弄了2张拍卖会的邀请函，看着有不少好东西呢。是吗？我刚好要去拜访一位长辈，还没挑选好礼物，要不我陪楚少去看看？这才是真正的女主，你看看多主动，被命运牵引着完成剧情，不像苏傻狗那样瞎搞美滋滋。看来这次反派任务不仅稳了，而且还会轻松不少。臭弟弟，放心，姐姐绝不会像苏嫣然那样动不动就打叶凡一顿。姐姐只想搞钱，只想抢走他的帝王绿。恭喜宿主来到拍卖会，触发歪嘴龙王戏花都第25章剧情，龙王鉴宝路锋芒。特别提醒宿主，此次任务若再次失败，将扣除你返回现实所携带财富的5%额度。啊，过分了吧！我任务还没开始呢，就诅咒我失败。况且这拍卖会剧情，我不再是苏嫣然的舔狗，而是一个嚣张无比的反派。这次我本色出演，总行了吧？这次我将当个纯粹的反派，坚定不移的走完这个剧情。楚玄，是你哟，我以为是谁呢？这不是敢跟我抢嫣然的小瘪三吗？怎么，身上的伤这么快就好了？也不知道你脑子伤好了没啊？该不会整天脑补吧？你什么你啊？哼！嫣然又不在这儿，我又不用顾及她心中的形象，凭什么惯着你啊？好，楚玄，你给本龙王等着，看你能嚣张到什么时候！这样演反派才爽嘛！之前就是被苏嫣然那个傻狗误导，我居然想通过服软撮合他们俩。哎呀，这思路就很有问题。反派要是不突出、不够恶，男女主的情感又怎么能真正升温？等等，这和楚玄形影不离的女人，好像叫李岩。之前怎么没发现她这么漂亮？
楚玄啊楚玄，你抢走了本龙王的嫣然，本龙王就抢走他。呜呼！叶凡这傻狗跟袁剧情一样，开始惦记上我严姐了。果然还是得演好反派才对，只是不知道严姐看对眼他了没？袁剧情好像没说。看对眼？楚少，要不是你说他今天能开出帝王绿，我都不会来。欢迎各位贵宾前来参加此次拍卖会，我们的拍卖会马上开始。正如各位贵宾所见，我们今天拍的前3件拍品，乃是真品翡翠原石，都是经过我们专家专业鉴定，都有极大可能出绿。这么多原石，我怎么知道帝王绿在哪块？谁敢相信拍卖的第1块原石就能开出价值连城的帝王绿？各位贵宾都是我们拍卖会的老朋友，拍卖规矩我就不多介绍了，直接给咱们拍出第1件拍品。大家来看这儿，第1块翡翠原石，别看它平平无奇，来历却很是独特。本是家古董店的垫桌石，始终无人在意，直到有一天被我们老板意外发现，经过鉴定，极大可能开出冰种翡翠。哇，是翡翠，这大有来头啊！这么稀有。经典的垫桌石开出极品帝王绿，我奶都知道的烂俗套路。可惜这是书中事件，主角还能借此来装逼。垫桌石，我要是没记错，用的多是些一文不值的原石废料吧？没错，这种东西居然也能上拍卖会，这拍卖会真是越办越回去了。一群蠢货，懂什么鉴宝？待会儿本龙王从中开出帝王绿，你们得后悔死！还请各位相信我们拍卖会的眼光，这块原石的确有独到之处，起拍价30万，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万。30万倒是不贵，我就信你们拍卖行一次，我出35万。40万，43万，50万，200万，5万、10万的加，我们家的狗一顿饭都不止这个价格。爽歪歪，这才是真正的反派呢！豪掷千金，目中无人，胡作非为，这些年苏嫣然当舔狗跟搞笑一样。故意的，他绝对是故意的。他个混吃等死的纨绔富二代，怎么可能会鉴宝？他就是故意和我作对。不过这原石，本龙王势在必得。300万，400万，500万，600万。哇，这么厉害！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们楚家不差钱，我们用钱都能砸死你。这太嚣张了！1000万，这1000万，他拿1000万买这太阔绰了吧？哎呀，就是胆子也太大了，1000万，就是。是，这人是什么身份？胆敢和楚少作对就算了，还花1000万买块破石头？你信他个鬼话！就他身上那股穷酸味儿，别说1000万，就连1000，他只怕都掏不出来。这你们就不懂了吧？人家可是堂堂龙王，区1000万，他还真拿不出来。别笑，他还真拿不出来。龙王殿资金在海外，小说里写的明明白白。叶凡这傻狗是通过伪造支票才买下的原石，然后开出帝王绿，先上车后补票。只能说主角牛逼，谁家主角会伪造支票，干这么抽象的事儿？伪造支票，堂堂龙王不应该是大手一挥掏出黑卡，大喊随便刷吗？等等，伪造支票，记得拍卖会好像有这么一条规矩。很好，看来这帝王绿注定是我们的。你不说你不差钱吗？我现在出到了1000万。加个屁！一块破石头而已，刚才故意骗你的，没想到你居然真敢往上加呀！我也想加呀！1000万买块价值上亿的帝王绿，血赚好吧？可惜我这个反派装逼的剧情装完了，接下来就是被哐哐打脸了。算了，上亿又怎么样？能带回现实才是最重要的。你少得意了，叶凡。1000万对我来说只不过是几顿饭，对你来说
是砸锅卖铁。我就喜欢看你花这么多钱买一堆废石头。废石头？那你呀，就给本王睁大眼睛好好看看，本王能开出什么？这是1000万的支票，我要现场解释。现场解释？他就这么有自信？自信个屁！我看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，年纪轻轻看了几眼别人赌石，就觉得自己也行了。按照我画的切，一点不能差，谢谢。真的涨了，大涨，还是极品帝王绿。这一块毫不起眼的石头竟然真切涨了！这么大一块帝王绿，得价值1个亿吧？居然真的切涨了！这可是主角，这可是垫桌石，不涨就怪。哎，妍姐，为了你和叶凡这沙雕的剧情线，我放弃了1个多亿，你可千万不要像苏傻狗那样背刺我啊！哎呀，这帝王绿，刚才我再往上加一点，这帝王绿就是我的了。装的还挺像，不过你用不着为了我放弃，该是我们的还是我们的。哎，菜就多练。你刚不还挺嚣张的吗？你呀，也别说什么你的我的，你不敢懂，那就乖乖坐着，给本龙王看着。请问这位贵客，不知你怎么处理你的这块帝王绿？我们老板说了，可现场为您进行加拍。等一下，什么情况？小说里好像没这段，只是说叶凡开出帝王绿，妍姐对楚乔就开始感兴趣，觉得他很神秘啊。怎么，本王还没有发力，就已经被本龙王这该死的魅力折服？我如果没记错的话，你们拍卖会上好像有个规矩，如果拍卖方叫价无法支付的话，那拍品将顺延归属于第2高价位者。李总，您说的没错，我们拍卖会确实有这个规矩。那就好，现在我要验牌。我怀疑他拿不出1000万，我怀疑他的支票是伪造的。我尼玛，这剧情一路好端端，妍姐你突然给我整这死出，还有你又是怎么知道那叶凡那沙雕的支票是伪造的呀？我原石都已经切了，而且还开出了帝王绿，验资，我看就没必要了。验不验资，你说的不算。李总，您确定要验资吗？如果我想掰回剧情，我应该劝住妍姐，但现在我是反派啊！妍姐本质上这是在帮我啊！这不仅不符合我的人设，还可能又改变剧情。确定？你好，帮我查一下08495023，还真是伪造的。这位先生，请你解释一下这张支票是怎么回事。行，既然你们都发现了，那本龙王也不装了。这支票的确是假的，但是我都已经开出了极品般的帝王绿，价值上亿，支付1000万，不也轻轻松松吗？区1000万，轻轻松松。我刚才说的拍卖会规矩，你是不是没有听清楚？你伪造支票，叫价无效，所以现在这块帝王绿应该是属于我们家楚少的。是你，楚玄，是你支持他这么做的，对不对？我算了，毁灭吧！我解释个屁啊！这个沙雕龙王，反正也不会信。
别废话了，赶紧把我家楚少的帝王绿交出来，否则的话，我可要报警了。伪造支票，这可是要坐牢的。开出的帝王绿在哪里？是哪位青年才俊开出来的？对了，哎，就不应该随便改变剧情。哈哈，这个男主站台的大佬不就来了吗？男主总能获得各种大人物青睐，这很经典，这很合理吧？开出的帝王绿在哪里？是哪位青年才俊开出来的？这老头谁啊？这怎么这么大排场？你连莫老都不认识？莫老可是这拍卖会的老板，特级鉴宝大师，古玩界响当当的大人物，尤爱帝王绿啊！啊，小伙子，你手里的能给老夫看看吗？啊，这颜色，这种水，好东西，真是好东西啊！哎呀，小伙子，年少有为，真是好眼力啊！实不相瞒，这块垫桌石就是老夫发现的，却不敢赌，所以就拿来拍卖了。莫老，你们又咋了？小子只是误打误撞。哎，怎么叫误打误撞呢？你看看这切石的角度，丝毫没伤皮肉啊。就是这个味儿，味儿真足啊！这波男主获得大人物的青睐，堪称教科书级别。小友，这块帝王绿，老夫实在喜欢，能不能忍痛割爱呀？莫老，恐怕要令你失望了。已经被证实，他拍卖支付用的是假支票，所以现在这块帝王绿，按照规矩，应该是属于我们家少爷。老板，事情是这样的。那个楚少，你看这帝王绿归根到底还是这位小友开出来的，不如给老夫个面子，这个支票这点小问题就不要再深究了吧。问我原剧情也没这段啊。小问题，莫老，你觉得这是你一句话轻轻松松就能解决的吗？这是你们拍卖会上规矩的问题，也是我们家少爷背后牵一楚家脸面的问题。哎，小友，看来我也帮不了你了。贱人，亏本龙王还想着让你加入我的后宫，你现在不配了。本龙王只会把你按在胯下，狠狠的手里。楚少，这算鸟，剧情先歪就歪了吧。妍姐这边相比苏嫣然那傻狗好挽救的多，甚至不需要挽救。毕竟原剧情中，妍姐帮叶凡吞并我楚家，成为第三女主，一是倾心于叶凡那傻子，二就是被叶凡用严家的传家宝兰亭集序威胁了。什么？叶凡这人渣，居然知道兰亭集序的下落。如今叶凡的沙雕单纯危险，妍姐只怕不会背叛我楚家，但为了知晓兰亭集序的下落，还是有很大可能委身于叶凡的。不可能，我怎么能嫁给这种人渣？可兰亭集序事关爸妈死亡的真相。各位，我们今天的拍卖会已经接近尾声，接下来要拍卖的将是我们的压轴拍品《兰亭集序》。什么？居然是兰亭集序，这不是李总家的传家宝吗？在20多年前，还为他带来了灭门惨祸呀！没错，当时李家上下也只有年纪最大的李总才意外幸免，李总也多亏了被楚少父亲收养，不然仇家肯定要斩草除根。我还听说李总这几年为了寻找兰亭集序，还有灭门仇家的线索，甚至放话，谁能提供，他就要嫁给谁。原来如此，这样的话，李岩，你逃不出本龙王的手掌心了。各位误会了，我们这件拍品并不是兰亭集序的真品，乃是一件仿品，但同时也是出自于名家大师之手，几乎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，艺术价值颇高。原来只是件仿品。真品在哪里？我知道，谁提供下落，你当真就嫁给谁？
小友，此事可开不得玩笑啊！你果真知晓兰亭集序珍品的下落？当然，但只要李总信守承诺，我现在就可以如实相告。李岩啊，李岩，上回你不是说让我嫁给叶凡那个人渣吗？这回轮到你了。一边是苦苦寻找灭门和传家宝的线索，这回本大小姐倒要看看你会怎么选。想让我嫁给你，你做梦！你这个人渣，死了这条心吧！哼，是吗？看来你们李家的传家宝还有被灭门的真相，对于你来说不是很重要。你喜欢女人，我可以给你钱，有了钱，什么样的女人都找得到，而且你也不用再伪造支票了。这是我身上所有的积蓄。女人，本龙王从来就不缺，就要你，我就要抢楚玄的女人。谁让你们刚刚竟然胆敢污蔑本龙王啊！这确定是主角，怎么还欺男霸女啊？感觉比我的剧本都要反派。哼！哎，还有我妍姐，明明我只要冷眼旁观就能完成任务，但看到妍姐被威胁，还是好不爽。弟弟，不，楚少，你也知道兰亭集序的珍品在哪，对不对？难帮，这让我怎么回答呀？要说不知道吧，跟我主动送女一样恶心。哎呀，还是妍姐这样的大美人。可要说知道吧，任务必然失败，又要被扣除5%的额度。哎呀，他果然知道。弟弟，算我求你了，你帮帮姐姐吧。与其被叶凡这个人渣玷污，还不如嫁给楚玄。这一点本来就发现了。弟弟，你就帮帮姐姐吧，姐姐一定信守承诺，嫁给你。还有，你不是想看姐姐穿黑丝吗？姐姐以后一定每天都穿给你看。难以想象，妍姐堂堂商业魔女，霸道总裁，居然也会害羞。算了算了，任务失败就失败吧，反正也是5%的额度，就当救妍姐于水火了。反正把85%的家产财富带回现实，也是个天文数字。可是我还是好心痛啊！妍姐，你知道为了你，我做出了多大的牺牲吗？谢谢，谢谢，弟弟你放心，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弥补你的。好像这点牺牲也不算什么。你居然求他，你还真是病急乱投医啊！他一个混吃等死的富二代，连鉴宝都不会，更不要说兰亭集序珍品的下落了，那是价值连城的国宝。楚少不知道，难道就你知道吗？当然，本龙王向你保证，这个世界上只有本龙王知道兰亭集序的珍品在哪。我如果没记错的话，你当初救苏老爷子也是这么自信，说什么鬼门13针跟阎王抢命，结果呢，扎的苏老爷子直接吐血。那是我中了他的算计，是他提前弄伤了我的手。好，好，好，你相信他的鬼话。行，那我这次让他先来。你不是也知晓兰亭集序的下落吗？那你说给大家听听，是不是和我说的一样？没错，楚少，这种传世国宝如果能够找回，对于整个古董界乃至国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。果然是龙王，永远那么孤傲自信。可惜你遇上了我，论武艺，你可以轻松捏死我，但比知晓信息，10个你
都比不上我。少废话，你呀，还是赶紧把兰亭集序珍品的下落说出来吧。装什么装？珍品就在现场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珍品就在现场，我怎么没有看到？假的，不可能，他绝对不可能知道珍品其实就藏在……还什么在现场？你怎么不说鉴定结果是错的，那个仿品就是真的呢？啊？哼！还有你，原本以你的资质，完全能成为本龙王后宫的一员，但是你刚刚做了愚蠢的决定，你现在就是跪下伺候我，本龙王也不会接受。哟，拜托你别装了好吗？你们这些鉴宝男主不就是三板斧吗？这些老掉牙剧情谁不知道啊？发现假瓷当众就摔了，然后发现生产日期，假画呢就发现尼龙绳什么的，还有最经典的就是画中画了。什么是画中画？所谓画中画，就是把一幅画藏在另一幅画的下面，常用来保护那些珍奇贵重的画作。一幅画藏在另一幅画下面，难道？没错，兰亭集序的真迹就藏在这个伪品下面。不可能！你怎么知道？字体柔美飘逸，用笔细腻多变，还有这印章，哎呀，真迹！这绝对是真迹无疑啊！楚少，真是好眼力呀！实不相瞒，老夫也曾仔细端详过，竟然丝毫没有发现消失20多年的兰亭集序终于重新现世了。说的多稀罕是？毕竟你只是个被主角光环降智的工具人，在这种鉴宝剧情里，甭管你们大师专家多牛逼，永远都会看走眼，然后被主角捡漏装逼。莫老，你怎么还夸他呢？这兰亭集序的珍品还没有拍卖，赶紧收起来才对。有他在手，他就得对我们言听计从。够了，别把老夫想得跟你一样龌龊。莫老，别这样叫我，老夫原本以为你是青年才俊，鉴宝眼光独到，值得投资。现在看来，你根本就是心术不正。没错，你居然趁人之危，拿李总的传家宝来威胁李总，你简直恬不知耻！就是你个无耻小人，连支票都伪造，也好意思觊觎李总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。嘿，刚才是有莫老跟你撑腰，我们才没说什么。现在他老人家都不说什么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楚玄，又是你！今天要不是你搅局，我能结识莫老，还能赚得盆满钵满。你一再坏我的好事，还真当本龙王不敢杀你吗？我操！龙王发怒了怎么办？龙王一怒，血流千里呀！一凡，你要想清楚了，这里可不是海外。你要在大庭广众之下杀人的话，肯定会被警方通缉的。怎么，你还真想动手吗？楚少别怕，我们这么多人，怕他个卑鄙小人做什么？没错，人多有什么用？龙王兴许在别的方面有些废，但战力方面完全毋庸置疑啊！叶凡，我知道你很强，但是你能强过警察吗？能强得过法律吗？我已经报警了。好啊，楚玄，你给我等着！我手下的4大战将已经在赶来的路上，你最好一辈子不出国或者落单。青龙，你们到哪儿了？禀告龙王，我们飞机刚落地，大概半个小时就能抵达。加速，加速！尽快给本龙王赶到！我要让楚玄还有李岩知道惹怒本龙王的代价。你想杀楚玄，我也想杀楚玄，不如我们合作如何
4大战将难道是青龙他们？本来一个龙王就对付不了了，现在还调来手下，那我只能等死了。经检测，第二女主和男主叶凡剧情线崩塌，宿主任务再次失败，将扣除宿主返回现实携带财富额度的5%。筒子，什么叫任务失败？我只是不想看到我严姐这么伤心难过，主动放弃任务，好吧？好吧，考虑到宿主虽最后主动放弃了任务，但前期完成出色，现奖励鼓舞铁布衫以及4大神秘仆从。我操！鼓舞铁布衫，金刚不坏，无坚不摧。好。虽说是个被动防御技能，但面对叶凡也是有了一定的自保能力。不过这4大神秘仆从又是什么人呢？和叶凡的4大战将比起来，谁强谁弱？宿主敬请期待，您的4大神秘仆从正在赶来路上，预计半个小时后抵达。切，神秘兮兮的。那个楚少，李总，你看这，哎呀，现在是非常的不好意思，老夫真的没有料到这个叫叶凡的心思竟是那般龌龊。别说你没料到，我也没料到啊！堂堂龙王居然没品到那种地步，骇人听闻，危言耸听。行了，莫老，这事不怪你啊，多谢楚少理解。这兰亭集序，老夫就物归原主了，全当感谢楚少了。妍姐啊，你在干什么呢？莫老都说了，物归原主，你还不拿着？难道要本少爷亲自给你接着吗？谢谢。弟弟，你放心，姐姐不像苏嫣然那样，姐姐啊一定会信守承诺，嫁给你。妍姐啊，还是你好。我要是任务失败，人也没捞着，那我不就亏大发了？当然，苏嫣然除外，那个傻狗依旧不能要。哼！得罪了本王，你还想结婚？楚玄，受死吧！我去，这2个活爹怎么凑一起了？我操！龙王一笑，生死难料。楚玄，现在只有你们2个，只要本龙王毁尸灭迹，没人能怀疑到本龙王身上。我说过，那晚之辱，我必杀你。我的任务就从来没有失手过。怎么办？哎，妍姐，你不是报警了吗？怎么还没到啊？你一直在我身边，我爸没报警，你能不知道吗？啊！我只是吓唬他，虽然我没报警，但是我发了消息，我把集团的所有保安都派过来了。先给我废了他！蚍蜉撼树，不自量力！哼，区区萤火之光，也敢与皓月争辉？救命！当时看龙王装逼，看这些经典台词也没觉得这么尬呀，感觉脚趾头都能抠出3室一厅了。现在该你们了。叶凡，不，龙王，我错了，行吗？好好商量，行不行？咋办呢？反派一般都是怎样求饶的？下跪道歉，痛哭流涕，这破玩意儿一般都不顶用啊！龙王该杀还是杀呀？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只是知道自己快要死了。不是，你在干什么？你人都打完了，只剩我一个了，还有热身的必要吗？刚刚是忘了，现在补上。啊，还能这样？楚玄，受死吧！能死在本龙王拳下，也算你的荣幸。兔子，得给我出来！原剧情也没这个戏份的。楚少，你先跑，我替你拦着他。
哎呀，妍姐，你捣什么乱啊？都这个时候了，我是男人，怎么可以躲在女人背后呢？还知道保护女人，还不算太差劲。我不想杀青啊，我还没完成任务呢，我还没有带财富返回现实呢。楚玄，受死吧！什么情况？居然不疼！哦，原来是铁布衫啊！我刚才光顾着害怕了，居然忘了还有这茬。童子，看来你还是靠谱的嘛。你那是什么东西？你管我什么东西？你刚才不是很嚣张吗？不是要弄死我吗？来啊，有本事你打我噻！你打我噻！你以为能骗本龙王吗？本龙王算是看明白了。哼，你这个古怪的功夫只会完全自动防御，自动反弹攻击罢了。你管我主动被动，反正你这个沙雕龙王今天就奈何不了我。你给我出来！本龙王保证一只手就捏死你！少狗叫！你过来呀！你出来！你过来呀！你出来！过来呀！你啊！楚玄啊，楚玄，你以为我奈何不了你，还奈何不了这个贱人吗？你想干什么？叶凡，你过分了！堂堂龙王，威胁女人就算了，还动手打女人，还有天理吗？还有王法吗？就这人渣样，还是被各种女主倒贴的男主。果然，所谓的小说世界根本就是假的。叶凡，你放开我妍姐，有本事你冲我来！别动！楚沙，你快走！姐姐不知道你这么做，只是姐姐再也无法兑现承诺了。妍姐，你还说什么屁话？这个时候我才不是叶凡这个人渣。况且，你还花了我5%的额度呢。你怎么样？你必须给我生几个猴子赔偿。生猴子，下辈子吧。我跟你合作是为了一起对付楚玄，他并不是我们的目标，他是无辜的。你的目标只有他，而我的目标却包括他。成千上万的女人跪着求着加入本王后宫的机会，而你这个贱人，居然敢拒绝，还当众让本龙王难堪，没得商量，滚！本龙王的威名不容欺辱，龙王殿的威名不容践踏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。看来这个女杀手也没有坏到无药可救嘛。这姿势这动作我熟悉，是经典的原地转圈拦腰抱，1眼万年那种。我去，太丢脸了！叶凡，你这个人渣，敢动我妍姐！你们几个一起上，给我狠狠教训他！等等！等等！我答应你，只杀楚玄那个富二代总行了吧？哼，晚了，我既出手，就绝不反悔。龙王4大战将已经在来的路上了，你可想清楚，考虑清楚后果，你们接受得了吗？龙王殿青龙战将到！龙王殿朱雀战将到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流水的龙王、龙神、医生，铁打的青龙朱雀。你可以质疑人家给手下取名老套，但你不能怀疑人家的实力。哈哈，这么多人啊！我的人来了！龙王殿4道战将10万精锐，每一个都能以一敌百，轻松就能灭掉你们这些土鸡瓦狗！哼！刚才本王是不想暴露，才让你们占了上风，现在你们必死无疑！哼！龙王殿，
说的多厉害，不过就是一群上不得台面的雇佣兵嘛。隐姓埋名，更是好笑，不就是害怕国家知道你们在海外干什么那些勾当？我早说的有道理啊！以前只顾着看龙王扮猪吃老虎，现在想想，确实将龙王美化的有些过分了。青龙，朱雀，给我上！先把这个女人给我活捉了！有事好好说嘛，千万别打打杀杀的。哎，你是傻子吧？虽然你是世界第一杀手，但他们人这么多，还都是高手，一人砍你一刀，你都成筛子了。那你说怎么办？你有什么办法？系统，你给我出来！我4大神秘仆从呢？不是说半小时到吗？宿主息怒，你的4大神秘仆从已经到了。好你个系统！现在不仅剧情不靠谱，还会睁眼说瞎话是吧？龙王殿青龙，龙王殿朱雀，拜见主人。主人？我？哦，你们就是系统说的那个4大神秘仆从？哼，好你个系统，还是有点东西的嘛。不是，你们干什么？我让你们过来是收拾他的，不是给他下跪的。你们现在连你主人都不认识了吗？闭嘴！楚玄就是我们的主人。没错，你凭什么对我们指手画脚？你还妄想让我们帮你对付主人，简直可笑！你们怎么会这样？我才是龙王啊！楚玄，是你，又是你捣的鬼是不是？你到底对他们做了些什么？放肆！谁给你的胆子，敢对尔等主人这么说话？哼，什么叫我搞的鬼？他们这叫弃暗投明，改邪归正，而你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。哎呀，还是这个味儿。本想找人站台帮忙，人叫来了，结果叫来的人反手给人跪下。哎，等等，我操！这剧情怎么走着走着，我越来越像主角，这龙王反而越来越像反派。楚玄，你糊弄鬼呢？你到底给他们灌了什么迷魂汤？我现在命令你，立刻让他们恢复清醒。哎，真的是，看来我只能让他们帮你清醒清醒了。算我一个。真当本龙王怕你们不成？本龙王的本事就是绝对力量。你们又不讲武德！你们又不讲武德！截止目前剧情，苏嫣然那傻狗人设全崩，妍姐这边则是叶凡这沙雕有些黑化，开始瞎鸡巴乱搞。至于幽影，更是剧情都没开始就完全乱了套。海系统，你不得出来给我解释一下4大战将吗？系统检测到男主叶凡试图调动4大战将杀害宿主，而宿主一旦提前下线，将导致众多剧情线全面崩塌。故本系统将4大战将拉到宿主阵营，平衡力量。说的也有道理。这么说的话，我的任务还是可以完成，带着我的财富返回现实的。这可是国内，杀人可是犯法的。要不是听见你的心声，我就真信了你的鬼话。我只是不杀他，没人说放过他呀。绳子，你带了吗？淫贼，你又想干什么？哎，放心，这回不帮你。你是想……哎呦，现在的年轻人还真是……我的天哪，怎么能这样呢？拍一张照吧，拍下来。本龙王的妹，男女老少通吃啊！
快看那个人，居然站成那个样子！就是，到哪都是焦点。哎，现在的年轻人，哎呀，为什么他们都看本龙王身上啊？你看他，我操！楚玄、李岩，给本龙王等着！本龙王不杀你们誓不为人！叶凡啊，叶凡，你可别怪我，谁让你想杀我呢？我只不过想多收一些利息罢了。相比收利息，姐姐更想知道你跟他是什么关系啊？为什么你一说要绳子，他就知道你要干嘛？还有，拍屁股是什么意思？你给我老实交代！妍姐，等，还能有什么关系啊？他想杀我，你刚才不也听到了吗？没错，我必杀他。这次是叶凡不讲道理，想滥杀无辜，暂且放你一马。但你给我记住，我还是要杀你的。全身上下就嘴最硬。你嘟囔什么呢？啊，我说你要小心啊！叶凡那个人小肚鸡肠的，他丢了大脸，他一定会报仇的。我身后呢是楚家4大战将，他又失去了，一时半会儿啊奈何不了我。但你呢，刚脱离血影组织，孤身一人，恐怕他会先报复你。报复我？就凭他个废物！该死的楚玄！此仇不报，誓不为人！不行，我现在势单力薄，青龙又莫名的背叛，我一定要搞清楚。喂，青龙，你们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？是不是楚玄威胁你们啊？啥？没有隐情？当初加入龙王殿还是主人的任务。没错，还有以后你也别再说自己是龙王了，因为我们4大战将已经代表龙王殿正式将你开除殿籍了。开除我？我是堂堂的龙王，你们有什么资格开除我？我告！喂！操！好的很呢！龙王殿乃是龙王一手创立，就凭你们几个也想抢走？还有幽影那个贱人，要不是你，楚玄今天必死无疑。既然你不神，那就别怪我不义。喂，血影组织吗？听说幽影背叛你们，我知道他在哪儿，但是我有一个要求。起风了，楚家该灭了，幽影也该完了。山海商业大会，这啥啊？原剧情也没这玩意儿啊。山海商会是咱们楚氏集团主导的商业联盟，里面有各行各业的龙头和高潜力的企业。家主觉得你应该去看看，为以后接管集团做准备。我爸让我去的。恭喜宿主触发隐藏剧情山海商业大会，请宿主按时参加，本系统为宿主准备了神秘大礼。神秘大礼？你这么说，我可感兴趣了啊！去，必须去！楚少，我已经请专家研究过了兰亭集序，你觉得他们能借此找到杀害我父母凶手的线索吗？应该可以吧。只是找到了有啥用？灭你李家满门的可是世界最大杀手组血影，要人有人，要钱有钱。幽影就是看不下他们滥杀无辜才背叛的。
哎呀，心疼妍姐1秒钟啊！你确定幽影会出现在什么山海大会上？确定。目前消息已确定，楚玄明天会参加那个商业大会，幽影想要杀他，多半也会出现。哈哈哈哈哈！幽影，我看你这次怎么逃？没有人能够背叛血影组织。那我的条件，你放心，我答应你的，一定帮你做到。不就是我们一起除掉楚家吗？到时候你光明正大的参加大会，我们则在暗处等幽影出现，我们里应外合，将他一网打尽。好，哼，楚玄，明天就是你的死期。这老女人大庭广众之下真一点脸都不要，不知道楚玄有未婚妻了吗？楚玄，我给你发消息，你为什么不回？你不是说不理我吗？再理我就是狗。那给我发什么消息啊？我是狗？那你和我订婚，你又是什么？你是公狗吗？那是你自己说的。对了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苏家也是山海商会成员，当然要在这儿了。怎么，嫌我破坏你俩的好事？楚少，大会马上开始了，有一些注意事项，我到旁边告诉你吧。规则我也知道，我来说就行了。苏小姐，这么多年呢，我一直代表着楚氏参加大会，我了解的更详细一点。我才是他的未婚妻，我来说更合适。我更合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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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更合适。停！妈呀，这就是传说中的修罗场，太可怕了！哎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哎，都别吵了，在这说就好了，不就注意事项吗？哎呀，我怎么发现这后面都坐满了，前面有2个空位，大家怎么不往前坐？你连这都不知道？不是，傻狗，你这什么表情啊？什么态度啊？行，我让妍姐跟我说。啊，我说还不行吗？你以为他们是不想往前坐啊？这儿的位置都是根据自己家族背后的实力来划分的。没错，最后一排身价1亿以上，中间这几排呢，身价10个亿以上。至于最前面这一排，身价至少50个亿以上。我们苏家就算有你们楚家的支持，想坐上这50亿的宝座，也还是差了点意思。这词怎么听着这么熟悉啊？我操，这不是龙王召唤词吧？是吗？那本龙王100亿身价坐哪桌？操！只要触发这些套路和烂梗，你这狗东西闻着味儿就来了。你是什么人？刚才是你说自己身价100亿？100亿啊！大家看见他身上穿的啥了吗？保安服。哪里的保安身价100亿呀？没错，就他浑身上下这股穷酸样，别说100亿，只怕100块都套不出来吧。经典的保安服，这经典的扮猪吃老虎，这剧情会不会老套了？不忍直视。是，本龙王啊，穿的是保安服，但又能说明什么？啊？本龙王只觉得它方便、舒适。不要用你们狭隘的眼光来揣测本龙王的高度。大言不惭！保安呢？干什么吃的？居然让这种废物混了进来！没错，楚少可就在现场了。要是让这种废物冲突了，
我们都难辞其咎。小伙子，听叔一句劝，今天来参加大会的，无不是达官显贵，无不是身家过亿，这里面水深得很，你把握不住，还是不要在这儿自取其辱了。好，身家过亿很厉害吗？啊？我再说一遍，本龙王身家100亿。这是黑卡，居然是至尊无上的黑卡！我就知道，这种比拼财力的剧情怎么能没有黑卡呢？只是你们这样搞，动不动就黑卡，动不动就100亿，整个世界都物价膨胀了。居然真的有黑卡，还是最高级的，需要存款上100亿才有资格持有。是啊，这肯定是假的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他一个臭保安，何德何能？对，是啊，肯定是假的。这人渣哪来的黑卡？他不是已经被龙王殿开除了吗？按理来说不应该有钱才对。你们懂什么？血影组织已经答应本龙了，等灭掉楚家，就帮我收回龙王殿了。找他们借区100亿又算得了什么？你们现在告诉我，本龙王穿这个保安服有问题吗？你们告诉我，上亿的坐一桌，10亿的坐一桌，那本龙王身价100亿应该坐哪一桌啊？我操，坐哪儿？哎，妍姐、沙狗，你们这商业大会有那种比较特殊、比较崇高的位置，就是一上去坐就会被全场封杀、以儆效尤那种。妍姐、沙狗，你们赶紧把这个位置给搬了，实在是受不了这沙雕龙王继续装下去了。去啊！哼！啊！你们干什么？不是让你们把它搬了吗？啊！你们干什么？不是叫你把这椅子给搬了吗？也对，在男主万众瞩目登上至高宝座的剧情里面，怎么能随便就被破坏呢？废物！你想做什么？那个位置不是你能觊觎的。没错，你虽然有几个钱，可是还不配那个位置。那位置可是给我们商会会长准备的，那可是我们在场百族齐心合力打造的。就是楚少的父亲今日虽然没有来，按理来说也应该由楚家代表楚少来做。我不能做，我一个堂堂的龙王身价100亿，我没有资格做。那么请问在场谁有资格做？我都说了，那个位置不能坐，可是你偏偏不信邪呢。你们又是你们搞的鬼，对不对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一般不笑，除非是忍不住了。好，你们就笑，都死到临头了，看你们还能笑多久？关我什么事儿啊？我又没笑。楚少，我知道你很愤怒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帮你狠狠教训他。各位，这小子无妖闯入我们大会，大言不惭，更是胆大包天，损坏宝座，甚至还挑衅羞辱楚少。若不严惩，商会威严何在？我等颜面何存？我提议，我等现场所有人联手，断其生路，以儆效尤。我赵家同意，断其生机。我李家同意，我王家同意，断其生路，以儆效尤。断其生路，以儆效尤。断其生路，以救我！救救我！我以前大半夜不睡觉，居然在看这种龙王土味剧情。季导，这剧情你真不觉得老吗？还有，一般在断其生路以后，救场的大人物就应该出现了。可是青龙已经和他撇清关系，会是谁呢？快走！我操，有影！
你怎么在这儿？不过，你穿着女仆装还挺适合你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管不住眼睛？咋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快走！叶凡那个畜生好像跟血影勾结了，血影的杀手正在包围这里。我操，那个狗东西居然这么干！那还等什么？赶紧走吧！断其生路，以儆效尤。哎呀，别断了，别断了，再断就轮到我们了。晚了。今天你们谁也走不了。幽影，没有人能背叛组织，更没有人能活着离开组织，哪怕你是世界排名第1的杀手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我操，这么凶残，果然是杀手！你们强闯进来，还敢对我们动手？你知道我们是什么身份吗？现在告诉我，你是什么身份？能比我的子弹还硬吗？没错。你们不是想断我生路吗？啊？不是想以儆效尤吗？你再喊一句试试！我答应你，他交给你，他们交给我。得罪本龙王，本龙王说过，一定要让你们付出代价。没问题，我们血手组织向来说话算话。什么？你们全是血影组织的杀手？血影组织，这是什么？就是那个全世界最厉害的组织，他们培训的每个杀手都堪称杀人机器了。据说只要给得起价，哪怕是国主，他们也敢刺杀。没想到还有点见识。我们来的主要目标不是你们，10分钟把你们的1半资产转到我海外指定账户，可以放你们一马。幽影，该你了。说实话，你是我培养最优秀的杀手，我甚至可以考虑退休后由你来继承我的位置。结果你背叛了我。别着急嘛，别人拿钱都可以买命，怎么到我这儿就直接动手了呢？那个，我们楚家都是1000亿资产，我加钱总行了吧？没有用的，放了他，我跟你们回去。不然，就算你们的人能拿下我，你们的人也要留一半在这里。幽影，你别告诉我，你一个杀人如麻的杀手，居然爱上这个小白脸儿。喜欢我？别说这些没用的，就说答不答应。看你这反应，这胸大无脑的妹子该不会对我有意思？难道我打屁股打出感情来了？妈呀，这才是真正的抖 M 啊！该死的，你们这些蠢女人都瞎了眼！明明本龙王帅得如此惊天动地，你们却偏偏喜欢这个纨绔。留下我一半人，幽影，放以前我对此话毫不怀疑，但是我们杀手最大的忌讳就是有了牵挂。你舍命护着他，信不信我们起草一圈，你必须受伤，而他们必死。有话好好说嘛。弟弟，别怕，在我们大夏的土地上，该怕的人是他们。也不是妍姐，什么时候了？别胡闹了，好不好？相信姐姐，他们伤害不了你。不如我们来玩个游戏吧，你信不信？只要你一打响指，他们所有的杀手都会束手就擒了。真的？打一响指就让我们束手就擒？行，我给你个机会。我的手！这怎么回事？怎么会有埋伏？我也不知道啊。还是我来告诉你们吧。自从知道是你偷袭我们，自从知道是你们血影灭了我们林家，我早就做了准备，和警方合作，随时提防着你们。
哈哈哈哈哈！还是妍姐靠谱，又活下来了。楚玄，你不讲武德，你报警算什么男人？老师弟，蹲下。叶凡是吧？我现以杀人未遂、伪造支票、非法入境、勾结境外势力、裸露身体、寻衅滋事等罪名，依法将你逮捕。裸露身体？那是他们把我衣服，还把我绑成那样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那个警察同志，他们这个要判多久啊？初步推断不会低于无期。至于他们几个，罪行严重，手上都有命案，要不了多久就会被直接死刑。所以楚少，你不用担心会被报复。我是担心报复吗？我是担心我的财富能不能带回现实啊！带走，走，走。这任务做一半，男主被带走了，还被判了无期，我还玩个毛啊！筒子，你给我出来，给我解释一下到底怎么回事。说好的神秘大礼，直接把剧情干废了。宿主息怒，本系统也是没办法，几个女主和男主的剧情全面崩塌。所以你知道崩塌，直接摆烂，把男主直接送进去。我的任务都还没完成呢，我还能不能把财富带回现实了？恐怕不能。可宿主在现实中乃是孤儿，无牵无挂，完全可以留在书中享受人生。本系统向宿主保证，绝不会出现龙王出狱流情况。楚玄，你就那么想回到现实？难道我们3个都不值得你留恋吗？楚少，你就真的舍得抛下我们吗？楚玄，你招惹了我们，就想一走了之？做梦！且不说你回不去，就算你真能回去，我要追杀你到天涯海角。你们难道真的能听到我的心声？没错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，怪不得我每次做任务的时候都不顺，原来都是你们搞的鬼啊！行了行了，别叫了，你先好好想想，我们3个，你到底选谁？选谁呢？小孩子才做选择啊！我能不能全都要？不行，你想得到挺美。